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台中的东势真是个不同的客庄。听说当地还保留着一些不因时间演进而消失的客庄传统，新娘米糕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今天我来到东势，要来体验客家新娘米糕的制作方式。张先生在当地制作这个传统客家味已经很多年了。哇，其实我发现啊，做这个的步骤好多哦，就是刚刚烫了3次，然后又要蒸2个小时，对，然后现在要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这个搅拌啊，就是不只是把它那个水分要把它沥干，然后也要让那个饭啊跟红糖的味道都在一起，对，完全的融合进去。张先生说，新娘米糕是要全家人老老少少一起做，送给新娘当嫁妆，也代表全家人对新娘的祝福。炒了半小时，米糕炒好了。这时，张太太拿出一个小碗来，盛了1小碗米糕。这个是放在整盆的上面的，风俗上就是要让小两口吃这个圆圆一小团，团团圆圆，圆圆满满的，让小两口今天要入新房的时候要拿到新房吃的。这是客家以前习俗，哎，好浪漫哦。就是大家族里面，你们在上面，你们是开始，所以这个是通常是要父母亲是做给新娘的父母亲对这个新娘的期望，而且把这个期望呢一直延伸到夫家那边去，好，让这个女孩呢到夫家之后呢，可以得到她家人，可以得到她的亲戚朋友共同的认同。保留在东势的客家新娘米糕传统，除了代表是家人合力送给新娘的嫁妆外，更在新娘米糕上面特别为新人保留1小块米糕。我去娶的时候呢，新娘的阿公他也会特别交代，晚上啊，不要让新娘饿了，这里有1块小的米糕是你们2个人要吃的。被全家人的爱搓得圆圆满满的新娘米糕，象征着亲友的祝福。最后上面再插朵花，就大功告成。它是要放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，哦，一起感受到那个感受到大家的祝福，新娘那边带来的祝福，好幸福哦。所以其实吃进去后，就是要扛起这个甜蜜的责任，还有父母的爱。对。